彼得前書第4章，基督既然在肉體受苦，你哋就應該用這種嘅心志裝備自家，因為在肉體上受過苦嘅人，佢同罪惡嘅關係已經切斷。從今以後，你哋在世間嘅日子，愛順從上帝嘅旨意，唔可在本人嘅慾望轄制。往時你哋浪費光陰，行無信嘅人歡喜做嘅各種事，像淫亂、私慾、好酒、宴樂、酒醉，留上帝法律所禁止嘅拜偶像。這下你哋無再留佢哋供養過嗰種荒唐無節制嘅生活，佢哋感覺真奇怪，就侮辱你哋，仲係佢哋一天愛對嘅審判生人老死人嘅上帝告狀，就是因為咁樣，福音也是傳本世人。本佢哋雖然肉體同其他嘅人同樣受審判，仲係靈魂又好像上帝咁樣生定。萬事嘅結局權利，你哋愛謹慎節制，謹想祈禱。最重要嘅係愛彼此熱心相惜，因為愛惜才能遮蓋多多嘅罪。大家愛彼此接待，唔好埋怨。既然特赦係上帝各樣恩賜嘅好管家，就愛照所領受嘅種種恩賜彼此服務。講道嘅愛照上帝嘅話來講，服務嘅愛用上帝所賜嘅力量來服務。本萬行事攏總通過耶穌基督歸榮光本上帝，願榮光老權能全部歸本佢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親愛嘅朋友啊，你都讀到像火一樣嘅考驗，唔是奇怪，像係讀到乜嘅稀奇嘅事，點到你都應該將分擔基督嘅苦難看作快樂嘅事，好本你都在佢嘅榮光顯現嘅事來歡喜快樂。你都那因為聽基督受侮辱，就有福氣咧。這表示榮光嘅聖靈，就是上帝嘅靈在你哋嘅身上。仲係你哋當中那有人受苦，唔好係因為兇殺、盜竊、犯刑事案件，也係好雜閒事。受苦那係因為做基督徒，唔好看作見笑。反轉愛因為有這個名稱來榮光上帝。審判嘅時節到咧，上帝家內嘅子女愛先受審判。既然審判愛對外頭開始，咁樣唔信從上帝福音嘅人，結局會樣辦呢？像聖經所講，連一人得救也按無簡單，唔敬虔嘅罪人會樣辦呢？所以，嗰度因為上帝嘅旨意受苦嘅人，愛一心行善，將自家交託嘅信息嘅創造主。